报道。来看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，希望让健保点数的价值会当1点1块。因那健保司长讲，按算收健保法扩大税基，针对无共职业也有收入来设定无共汇率。这个政策若是通过，会先受到冲击的，有可能是投资股票的人，也有厝头家。南洋立委提案修法，力推健保点值应该保障1点1块，验过初审无共识，送交协商。健保司长赵忠良在意向平面媒体表示，会朝向有钱人加付1点啊，资本利得加收1点的方向，受健保法扩大税基。首先影响的可能就是股票族加厝头家，大家一起分担才合理，不是只有股票族，因为股票族不一定都是赚钱呐。我是觉得说，如果说是合理的涨价，我是觉得可以。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洪祖仁激励，像伫2代健保的补偿保费内，股票股息有1000万的收取上限。去年有股民领80亿的股票股息，不过只纳211000的补偿保费，所以现阶段2.11%的汇率，真有可能向顶面来调整，搁针对职业类别甲收入来源设定不同的汇率。考量就是兼职所得的人，可能也是一般的民众，他要兼好几份工作，所以他的2代健保的补充保费可能就是要维持在一个目前的一个水平上面。可是像是说，如果有房子给人家出租的租金收入、股票股息的资本利得的这些收入的人，那这些人的汇率可能就会拉得高一点。希望增加财源、救点值，也兼顾公平正义。健保补偿保费发起，洪祖仁也表示，健保收入面不足的问题，无可能干靠2代健保汇率调整就会当解决。建议政府当年适度的编列公务预算投入健保，甲最后又爱调悬一般的健保汇率，为无共面向多元美情，才会当应用医疗的真大支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